来继续来看，台中潭子有一个男子自称是飞龙大帝，讲会当帮人治病，会当帮民众甲体内无形的毒碱甲挽掉。也毋过，这种私底下进行的治疗行为，卫生局讲，恐惊已经违反着医疗法，已经启动调查的程序。查甫人高高念，搁形容大喇拍查某囡仔较只拼。另外，这一位小姐看到查甫人就讲家己倒位无爽快，后一秒老师手夹3张香开始替伊治疗。速速进入身体。 解锁。小姐对治疗的结果看起来真满意。代志就发生伫台中潭子一间宠物餐厅，画面内底查甫人讲家己是飞龙大帝和天机老师，伫咧替信徒治疗。科学的尽头是玄学嘛，我们该这么说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能量场嘛。 我们人的灵魂还没有，我们人还没有死的时候，灵魂是锁在体内嘛。面对人伫咧这期，当事老师来解说，强调影片内底民众拢是伊学生，只是来上新心灵的课，无受人一身鼓励，嘛无牵涉医疗行为。它也不是算治疗，它算是一种精神暗示疗法嘛，你可以这样去解释它嘛。 不过卫生局看过影片，认定这一位老师唔若有伫咧甲人问诊，佮敢若有宣传的疗效，可能牵连医疗行为，会派人去改检查。若正办是赤卡先那，相当会扣罚5年徒刑，并可150万的罚金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